来看台北捷运哦，进前呢有人行倒伫顶头写的讯，想袂到昨呢有一个查甫人伫车厢内面乞赖打，警方追查了后发现讲伊是无甲物件点倒，不过这个查甫人伊是八岁讲要出去食薰才会摕赖打出来乞。事实上，照规定身躯顶是会当炸赖打的，但是伫咧车厢内面袂当使用。 你刚才拿打火机要做什么？这里面捷运站不能抽烟呢。穿条纹顶冠衫的查某人行出月台了后，随风拦查。原来几分钟前，伊的奇怪行为，互公车的乘客真紧张。各大社群媒体拢有发文提醒坐帮南线一定要注意安全。网友讲，这个查某人伫日暗时9点外是出现伫个中校敦化站，入去车厢了后，就一直伫遐点赖打。虽然讲无火，但是一直有点火的声。市区内的民众发现伊真奇怪，拢较紧换去别个车厢。敢若查某人的头前有一个查某乘客无去注意，三角佫差一点互赖打用着。发文的民众走过去甲提醒，佫甲人诱去隔壁车厢。这个查某人煞额头目睭一直青，就对因行过去。这时阵拄好捷运到站啊，这查某人就倒车。网友看伊离开啊，就较紧通报站务员。 捷警接获旅客反映后，立即前往处理。经上前询问，男子表示是要自出口抽烟，所以将打火机拿在手上。 警方接到通报，就伫咧中校复兴站找到人，就算炸赖打无违法，但是台北捷运回应讲，车厢内禁止使用，若是行为是严重妨碍行车，还是别人的安全，会当照台中捷运法上悬罚100万。 没有看到出比较严重的状况前，也不会怎么样，可能还是观察一下。还是会觉得有点危险吧，可能还是远离一下比较好。 台中捷运才发现随机共配的案件，即马台北捷运嘛有状况，一寡民众坐车难免是更较细致。其实捷运这种互人惊吓的案件过去是不时会出现，嘛有人摕环境啊水是哪行哪钻，嘛有人伫车厢甲佚佗穿摕出来，互乘客到站了后是惊甲四界撞。伫捷运甲刀啊摕出来的情形嘛一直发生。捷运的安全是应该安怎强化？因为我们没有那个先前过滤嘛，所以任何人都有可能带一个武器。如果可能的话，你可能每个车厢都要有人去。 台北捷运有规定，危险物是袂当走去伫车顶，但是民众只要放伫个卡网内面，警察嘛讲无啥有法度发现，讲卖讲这物件根本就无伫个管制名单内面。捷运安全的管控到底安怎才会当完全防护？卖互这种事件搁再发生，嘛得考验相关单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